好来，继续来看，这是警政署的统计。去年发生的车祸，在24小时内死亡的事故当中，机车的肇事率是各种车种上悬的。为着要来降低机车的这个事故，公路总局推广机车驾训班，只要你考驾照进前去上这个驾训班，等考到驾照就补助1000块，这等于是补助将近1/3的学费。4月16就要开始来实施。 不管是违规也是无设置备忘，机车车祸意外侪。根据统计，去年车祸人员24小时以内死亡的案例当中，机车肇事653件，占整体车祸44.82%，是各项车种当中上多。为着降低机车事故，公路总局推广机车驾训班，只要考照进前上驾训班，考到驾照就补助1000。 总共的学费里面是2700到2800到3700，里面大概占了1/3哈。目前机车驾训班3天课程总共上16点钟，包括6点钟的讲习、10点钟的学习路考、甲上路。只是去年全台27万人考机车驾照，只有2800人有上驾训班。 同学都是自己练习，然后就是都是自己去考这样子。可以啊，因为这也是一种体验啦，人家教的是专业啊。因为骑机车较危险，等于是人包体，为了提升安全，目前中央编列800万的预算，4月16就要上路。报名机车驾训班，考过驾照，就由驾训班代付1000块，而且还统计肇事率，希望会当降低机车车祸的案件发生。